每一双都是向着天，向天一仰望，就是有盼望。是，这就对，只要仰望就有机会哦。亲爱的大家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又有恩慈，是的，这是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就是有各种的在社区里面的志工们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所谓的好客村，真的是让人很印象深刻。对于许多的事情，在这里有十足的说明我们看到他还有很用心的这个，不管是建筑。或者是软体，实在是让人很感动。这些志工真的是很可爱。平常服务人今天要被这些志工的队长们服务，哇，人就是这样哦。我们彼此能够互相成为彼此支持。这是我们的志工队队长跟我们的辛苦志工队的摄影。他们总是站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他们的心力，这就是爱哦。爱其实就是这么生活化，就是这么有影响力。我们的志工队队长嘉森，还有我们的专业的摄影师一凡，谢谢两位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好不好？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彼此分享爱的时候呢？感谢上帝，今天在哪里我发现爱，上帝的爱跟人的爱。还有我有没有今天做得不够的呢？求上帝帮助我们。我们的家庭呢，是不是在这个旅程当中，我们也经历到上帝爱我们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呢？手牵手，祈祷手。